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影讲桃园三结义的故事，关公、刘备、甲张飞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义。这个义，我以义读第7条，义代表讲正当合理的代志，或者是原则。咱讲义，像讲人情义理、正义。另外有义务或者是服务性质、无收工钱的，咱讲义工义卖。有特别意思，咱讲义义。另外经过抚养或者是结拜相认的关系，咱讲义父义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义务，代表讲咱人生生活中社会应该爱负的道德甲社会责任，像讲受国民教育就是义务，嘛是权利。另外，这个义务嘛当讲是出力无收钱。第二个词读做义理，代表道德甲公理，嘛要讲是文章的意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饲囝是义务，若食囝就要看新妇。当然，即马时代无共啊，现代社会真侪大家新妇拢罕得见面，相处斗阵的时间变较短，大家拢照规矩、照义理，安尼就较无话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义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